家好，我係黃心妍，作品名叫《港味情懷好味格仔餅》。我用活潑嘅筆觸畫出細路仔食格仔餅嘅開心表情。你睇佢張大口，咬向面前塊金黃色格仔餅，一格格紋路清清楚楚，仲有好好味3個大字。成幅畫都充滿童真同街頭小食嘅熱鬧氣氛。呢幅畫用咗水墨加彩繪，用毛筆勾出輪廓，再用水彩畫出小朋友嘅燦爛笑容，同格仔餅香脆金黃嘅質感。呢幅畫表現出知足常樂同友愛分享。一塊格仔餅已經令小朋友笑到見牙唔見眼，提醒我哋快樂好簡單，而分享街頭小食就係最自然嘅友愛表現。學會知足，樂於分享，生活自然更美好。多謝。